来，乡亲继续来看，最近这个确诊的人数是明显来增加，国内是进行着第4波的流行。因为新冠疫情降级了后，医疗院所通报确诊的病例，是为原本的简讯通报回到纸本的作业，所以这个基层管控司的业务量是疫情进前的2倍外。讲包括着大等等各医学中心的管控师，不满这个工作量增加真多，拢想要离职了。另外，这个药房的快筛汽车嘛开始出现着买无回的状况。国内第4波疫情搁压起来，就算轻症免通报，不过最近快筛的需求量搁变多，民众拢讲找几间药局拢欠货。我们从大概5月开始就发现民众对于快筛的需求确实有增加。那我想这个还是跟我们隔离政策改变，那大家在脱口罩的这段时间，所谓的免疫负债感染的人也越来越多。那像我自己也是突然一下子被买完之后，像我们就有陆续在这个礼拜都会陆续进货。所以其实供应上的一个量是没有问题的。那快筛需求变多，医疗院所通报确诊，某为原本使用的电子批通报回到纸本的作业，有感染管控所的业务量增加到疫情进前的2倍。有的感染管制师就不管工作量变多，都无什么去做啊。我们得到的讯息是回归纸本世代。某些纸本假如是进到隔离病室里面给确诊病人或他的家属签署，再回出来的话，那这个纸其实可能是有潜在污染的风险，承接这么多复杂的国家的要求的期待的任务，其实是非人可以做的。依照新版的通报流程，病院收治确诊有隔离需要的患者，要先由监管师请主治医师写隔离治疗建议单，嘛等医师因那，才去由监管师用电子批寄去地方卫生局，等待卫生局会函了后，用纸本送去个案，或者是家属签收。规份的公务流程必须伫咧24点钟来完成。若是无完成通报，唔乃当以传染病防治法规范，纸本往回嘛恐惊会有烧毁风险。24小时还牵涉假日，那你要专人，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嘎身上很多的案子，那我们每一个感管护理师，以台大来讲，他要照顾6到8个单位，他同时我们要拨出人力来承接这个法定传染病的通报。对这件代志，疾管署讲，原本电子开单系统已经去政务化，不过即摆已经伫咧计划改善方案，来减轻病院的行政负担，包括24点钟内需要通报含开单规定，已经卖8年到做是72点钟，上紧伫咧这礼拜就推出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hat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